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18章，祭司甲利未人应得的份额。利未人做祭司的，甲全利未支族，伫以色列人的中间无分着产业，因通食用火烧献予上主的祭物，这个是因的份额。因伫因的同胞中间无分着产业，照上主对因的应允，上主就是因的产业。下面是祭司对人民应该得到的份额。人献牛羊做祭物，就将前腿两个喙皮甲肚，予祭司迄头收成的五穀、新酒、新油，甲拄剪的羊毛，嘛拢着予因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对恁的支族中间竞选因，予因甲因的后代，奉上主的名，永远徛伫伊的面前侍奉。然后利未人，无论因住伫以色列境内倒一座城，一心一意要离开遐去上主竞选的所在服侍，因通亲像共宗族的兄弟，奉上主因的上帝的名，徛伫伊的面前侍奉。除了未祖产得到的以外，因犹原通得到同款份额的祭物，毋通对外族人的风俗。恁若进入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的地，毋通学遐的民族可恶的风俗。恁毋通烧家己的囝、查某囝献做祭。行邪术、卜卦、看命、做师公、画符、做铜机、做倒头、牵蒙，所有做这个事的人，拢是上主所厌恶。遐个民族因为做这个事，上主恁的上帝对恁的面前，甲因赶走，恁就伫上主恁的上帝面前做无瑕疵的人。应允兴起一个先知。恁所要赶出遐个国的人民，拢听叹卜卦、行邪术的，恁的上主恁的上帝禁止恁安尼做。上主恁的上帝要对恁的同胞中间兴起一个亲像我的先知，恁着听叹伊。恁伫何烈山聚会的时，对上主恁的上帝恳求，讲毋通互阮搁听见上主阮的上帝的声，嘛毋通互阮搁看见上主伫火焰中显现，则免阮拢死。上主就对我讲，因讲了真对，我要伫因同胞中间兴起一个亲像你的先知，我要将我的话交代伊，伊要将我的命令传达予人民。伊奉我的名传达的话，人若毋听，我要甲因刑罚。毋过先知若大主大意，用我的名讲我无命令伊讲的话，还是奉别个神明的名讲话，迄个先知就死。恁可能会想，我哪会知即个先知讲的话毋是上主所交代的？先知奉上主的名传达的话，若无实现、无应验，这就毋是上主的话，是迄个先知大主大意讲的。恁毋免惊伊。